Sorry, I love you， 胡美儀。唔同嘅嘉賓有唔同嘅分享，呢個係我哋Sorry I Love You 胡美儀一邊唔同專家嘅心聲嘅意見。好啦，我哋聽下 Teresa 同我哋分享一啲乜嘢退休者嘅心聲啦。呢個時間呢，亦都係Teresa 咧同胡美儀傾偈嘅時候咯。咁上兩集呢，我都喺Teresa 咧前往碧君女士嘅身上都學咗好多嘢啊！就係呢，我哋要儲錢啦、儲朋友啦、儲健康，咁去預備我哋嘅人生，就係退休嘅人生。你好 Teresa， 你好美儀姐，你好。我就想知啦，因為你呢就差唔多退休咯噃吓。咁你係咪退咗休之後係咪就咁畫句號呢？你就話唔係噶，我仲會做好多嘢噶。咁不如你同我哋介紹下你自己啦，現身說法。你退咗休之後，你又會點樣去過你嘅生活呢？其實我自己就比較好彩一啲啦，因為我一路做嘅工作都係同長者服務有關係嘅。咁呢一個呢，亦都俾我好大嘅啟示，就係點樣令到我自己係為我自己嘅將來係即係可以好早做一個好嘅準備。咁之前我講過話，我第一樣嘢一定會想做嘅就係會終身學習，就唔會因為我退休就而停止學習。不過呢個學習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以往即係在職嘅時候嘅學習呢，好多時候都係同工作有關係嘅，喺老年學方面啊、啲研究啊、政策啊或者認知障礙症嗰方面。咁而家即係退休之後呢，我就想會係用一個輕鬆啲嘅模式去學一啲係我以前未學過嘅。學一啲你以前未學過，即係例如係乜嘢咧？例如我自己係讀理科嘅，咁我對即係文學啊、對歷史啊嗰啲地理啊嗰啲我就唔太識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好有興趣嘅，即係咁，所以我好想喺呢方面咧就可以喺呢方讀文學啦，或者有啲歷史啊或者就算了解香港嘅過去，都已經係一個即係好有趣嘅題目。咁所以我相信我即係將會係揀一啲科目咧係我自己又有興趣嘅。咁另外就係想做多啲義務工作啦。其實我而家都係做緊一啲唔同嘅義務工作嘅，譬如我自己喺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啦，或者係喺香港呢個長者安居協會啦，都係做咗10幾年嘅義工噶啦。咁不過當時因為我自己有即係正職啦，即係而家都仲係有正職啦，咁變咗我工作時間呢，就比較忙嘅時候呢，我就未必可以做到好多嘢。咁我只係能夠咧參與佢哋一啲即係喺個委員會嘅工作，即係對同事嘅服務係提出一啲意見啊咁樣。但係退咗休之後咧，我就好希望會可以繼續呢個工作啦。不過我亦都想好貪心就做多少少，咁咧我就想做多啲係前線嘅工作嘅。譬如話認知障礙症嗰方面啦，咁我哋認知障礙症協會咧就有4間日間中心嘅。咁啲認知障礙症嘅朋友咧，佢哋日頭會嚟中心嗰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俾佢哋。咁我就好希望能夠退休之後多啲時間咧，我可以喺日間中心嗰度咧同佢哋一齊做活動啦，可以好親近咁接觸佢哋啦，同佢哋傾偈啊，即係同埋亦都可以了解到佢哋護老者嗰個需要，因為喺屋企照顧佢哋嘅照顧者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好多嘅感受，同埋喺照顧個過程入邊咧都有好多嘅困難啦，或者佢哋亦都好叻，有好多解決嘅方法嘅。咁呢個我都希望可以從佢哋身上可以學習到。咁又另外喺長者安居協會平安鐘嗰度啦，咁我而家都係做一啲即係顧問啊，同埋係做即係委員會嘅工作。但係我都好希望咧有機會咧可以即係打電話俾一啲長者啦。
了解佢哋生活嘅情況係點樣啊，用咗呢一個平安鐘之後，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咧？又或者佢哋平常嘅生活係點樣啊？咁我都好希望即係有多啲時間嘅話咧，我可以直接接觸到佢哋。你真係好有心喎！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同佢哋傾偈咧，都係可以好多嘅學習嘅。係，咁就係呢兩樣嘢，其實都已經係幾大件事噶咯喎 Teresa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真係你係，因為我聽到你正話講，你係真係想你去接觸佢哋，係你去到佢哋嘅當中，係咁呢個真係用咗你嘅時間，係，不過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寶貴嘅機會啦，真係。但我見到你面上咧，正話你一講話啊，我退咗休之後咧，我就會乜嘢啦咁。你係有一剎啦，突然間好光嘅笑容走出嚟嘅，係咩？係啊，真係噶！我突然間係即係感受到你嗰下咁樣嘅好光亮嘅笑容喺個心嗰度出嚟。我聽到同埋我自己真係諗到有機會去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係好感恩咯吓，即係有呢個咁嘅機會吓。係咁，你即係話你一世人由你讀書開始。中學開始知道，即係到你做到而家退休之後，你都係不忘長者嘅工作，都係繼續為長者服務，係繼續都係同個社會係結連緊，係，因為長者真係我嘅摯愛咯，長者係你嘅摯愛，你會唔會將點解長者係你嘅摯愛嘅故事去同大家講下呢？即係正如我之前有機會簡單咁提過啦吓，就係都係因為一位長者嘅感動吓，佢嘅經歷啦，係令我諗到其實即係有一啲人當佢退到晚年嘅時候咧吓，就係得唔到社會嘅一啲好好嘅照顧啦，或者家人嘅支持啦，咁令到佢哋係好失望咯吓。同埋覺得即係呢個世界係好唔公平，咁我唔係好想即係好多人有呢個經驗吓，咁我好希望即係如果我可以做到少少嘢，令到長者可以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都係開心嘅，帶住愛離開呢個世界嘅。咁我只係想做到呢一點啫。雖然我知道我唔可以做晒或者幫晒所有嘅人，但係即係正如海星嘅故事啦吓，如果能夠幫到一個或者幫到兩個，即係我都會覺得即係我係盡咗力啦。多謝你 Teresa， 希望你有身體健康，可以繼續係為我哋嘅社會啦，同埋為我哋嘅長者去付出你嘅愛心。多謝，多謝，多謝美儀姐。還記得這一本簿裏有些誰，還記得一起貪歡過那些醉，無限額漸像熱吻，留待結算日流淚傳入過的，最好不期盼提取。還記得風光開演葉債跟隨，還記得虧空很多沒法可追，壞記憶斟酌下去，難重新找個伴侶，願放低這既往，不阻我尋人之旅。無數夜裏，無數淚水，鎖進保險庫夾萬裏，拒絕打開過去和當中某一些愛侶，無法面對，無意索取，處下會重複這心碎。你別再定期説，記住每月提取，由他擺
住每月提取，誰稀罕悲痛難睡？無數夜裏，無數淚水，裝進黑箱裏裝下去，拒絕打開過去，當蒼天太狠的證據。無